係啊，今日一定送出，我而家執緊啦，冇問題，多謝晒你先。阿仔煲咗湯俾你趁熱飲啦。老豆阿媽，你哋嚟做咩啊？擺喺度先啦，我趕住今日寄晒啲貨啊。你食咗飯未啊？睇你瘦咗喎。喂，你俾多幾日我出咗批貨就有錢回。行啦，唔好阻住佢做生意。阿仔間鋪呢幾個月真係難做，啲租又冇減，貨又積住，現金流好緊。不如我哋幫一幫佢。為人父母，總係想為仔女擋一擋風浪。兩位今日想了解邊方面？我哋個仔做生意開鋪㗎，但今年個市唔好，需要資金周轉。佢啲信用卡都碌到盡，壓力好大。明白。你哋想幫佢？做父母長憂99，都想幫佢渡過難關。你哋而家有物業？有啊，一層自住唐樓已經供完。只要有物業就可以考慮物業按揭貸款，唔一定要買樓，可以用物業價值套現。會唔會好複雜？申請文件好簡單，只係需要香港身份證同物業地址就可以。還款方案都可以按你哋退休情況度身訂造。借錢唔係為咗冒險，係為咗解決困難。幫到阿仔，同時保留一部分做現金流，資金到位，現金流順，壓力自然輕，生意自然有機會衝。多謝你，終於放心晒。康業信貸快遞，物業貸款權威，物業一案二案，即日貸款額高達1000萬，助你清卡找債，生意周轉，股票投資，中谷借錢梗要還，咪俾錢中介。